微笑讲客语，咪咪笑讲客家。大家好，我是许巍老师，欢迎再度收看《微笑讲客语》，咪咪笑讲客家。你要笑眯眯，笑眯眯，跟着我学客家话哦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客家话的谚语，叫做“头拿通，一头拿，脚通，一脚”。什么意思呢？头拿通就是头痛，一头你头痛就是一头，脚痛脚就是脚，你脚痛的时候就是一脚，这就是指做事情没有全盘的规划。客家话有一个谚语很好玩哦，叫做“无熬硬死，ten人生马该下药”。它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又没有 constipation。哎呀，糟糕，我怎么讲英语呢？constipation 就是便秘的意思，这句话很好玩哦，我再念一次哦。无熬硬死，ten人生马该下药。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又不需要，你干嘛跟着人家去用呢？所以吃药也得对症下药了。一般常见的小病呢，不外乎就是感冒。感冒在客家话怎么说呢？叫做寒到，冷到了，冷到，寒到，都是指感冒的意思。是那个懂就寒到我好像是寒到了，冷到了。那么你去看醒丧，也就是医生，你要去看医生的时候呢，医生就会问你说奈某爽快呢？再来一次哦，奈某爽快呢？意思就是你哪里没有爽快，就是你哪里不舒服的意思。你可以讲来鼻塞塞，什么叫做鼻塞塞？也就是鼻塞住的意思。鼻塞塞，鼻塞塞。喉连痛，喉连头痛，痛就是痛。乃为错，就是错的意思，错。所以呢，醒丧也就是医生，医生就会对你说了，你要在这里抖了。什么叫做抖了？意思就是要多休息。好。抖淋滚水，滚水就是滚水，热开水。还有呢，要按时吃，yoga 就是药。好了，所以今天我们学会了最重要一个字，就是客家话说感冒叫做寒到。别忘了，我是许巍老师，下回再来学别的客家话喽，拜拜，安之 say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